三妹，我能为你做点什么，才会让你开心一点？大哥，我有一个心愿，还望你答应。只要我能做到的，我一定答应。大哥，我听说民间的七夕特别的热闹，再过几日呢，便是七夕了。三妹从来没有在宫外过过七夕，还想请大哥陪我一块儿过。就这个？嗯，没问题。那大哥陪你一起过。手还疼不疼？哦，不疼了。当初大哥用那金刀毁了你的容貌，现在你又为了我而伤了手，我真的很惭愧，老是让你受伤害。大哥，你别这么说，看到这个伤疤，就会想起大哥了。其实想来，也不是一件坏事啊，全当是我为大哥留下的记号。生死轮回之间，好让你在茫茫人海之中认出我来。姐姐，他是在学你，吃定王爷会心软，你还要成全他吗？姐姐，我真受不了，你吃了亏还要装大度装好人，你不听我的劝，我也不管你了，我出去了。你去哪儿？又要找那个庞郎？你小心引火伤身。姐姐先顾好自己吧，你不要自讨苦吃才是。京城派出的人传消息回来，金黄心窍就是静公主。既然已经找到金黄心窍了，快派人去取啊！王后莫急，要想救大王子的命，必须是活心才能救人，所以要派得力之人，将那李靖劫来万古族。这离京城少说也有1个月的路程，往返来回，我儿性命要是不保，我还要那金黄心窍有什么用啊？王后，稍安勿躁。万奴是我的心腹，他的武功法术高强。他武功法术高强有你高吗？你为什么不去啊？哦，你是担心你走了以后，你在这儿的地位不保，被别人取代了是吗？王后，司徒不敢，只是我若去了京城，恐怕王子性命更加不安全。我看你这分明就是狡辩。王后，那信不信就由你了。我告诉你，大王子的魂魄需要我来守护。我若走了，恐怕大王子将魂不附体。到那个时候，就算你找来了金黄心窍，恐怕也救不了大王子一命。你，哼，好，我这次就依你，不过要尽快。请王后放心，为救大王子，万奴定日夜兼程，夺取金黄心窍。长老，万奴有一事不明，主人为何要帮王后救大王子？他只是个废物。他们母子2人对我还有用处。现在最关键的是要拿到金黄心窍。这玉钗乃是郑夫人之物，你拿此玉钗到京城，先找到二王子，他一看便知他娘性命攸关，你便以此要挟，让他夺取金黄。是，万奴明白。只不过，若二王子不从，万奴是否杀之灭口？他是本长老的重要之人，不仅不能杀，而且你要尽力的帮助他。
万奴明白。只是，为何长老如此看重二王子啊？因为他是……万奴明白，万奴必不负主人所托，全力以赴帮助二王子夺取金黄心窍。末将见过兰妃。新来的。末将正急，进军复位。莫非他就是义父所说之人？待我试探一下。郑福卫不会是京城人士吧？在下的故乡是西镇。哦，这么巧啊！你跟我竟然是同乡。这么大的皇宫，我竟然能碰到家乡人，实在是难得。话说，我离开家乡很多年了，一直很怀念家乡。不知道家乡现在有什么变化？不如你随我来，跟我说说西镇的变化。末将遵命。郑父卫不必拘礼，坐下说话。娘娘，我这里有上好的长安佳酿，郑父卫尝尝。末将不敢，末将正在当值，不便饮酒。那就当你我绪同乡意。娘娘多虑了，末将实在是不便饮酒。况且，末将常年在外游历，很少回故乡。至于故乡的变化，末将也说不出一二，还请娘娘恕罪。好吧，那我就不勉强郑父卫了。我听闻郑父卫是萧阳跟莫侍卫介绍过来的。郑父卫跟他们很相熟吗？正极乃一介平民，在来京城的路上，有幸和公主他们相识，但并无深交，承蒙公主赏识，才在禁军谋得一职。话说，公主的婚姻大事一直让陛下头疼。这次异族人来和亲，点名要进公主，但是公主性格刚烈，毁容貌不从，实在是可惜呀。不过身为女儿身，早晚是要离开皇宫的，到时莫侍卫也会离开皇宫。郑父卫除了本宫这个熟人，便无他人照应了。多谢娘娘关心。末将初来乍到，不懂官场之事，只能竭尽全力，尽忠职守。那么，如果我有事差遣郑父卫，郑父卫你会为我效命吧？末将必当效忠陛下和娘娘。哎呀，这酒有些烈，怎么只喝了一杯就醉了？娘娘，娘娘，娘娘坐。娘娘喝多了，我这就去叫宫女为娘娘传太医。
这个人身上怎么好像有封印？难道……走路没长眼睛。对不起，末将没有看到大人。你要做什么？把他捉！实在对不起，请大人原谅。以后长点眼睛，这宫中岂是你随便乱闯的？是，末将是新来的，不懂规矩，请多见谅。哼！此人甚是可疑，莫非和行刺公主有关系？你确定那个侍卫进了后宫吗？那个侍卫进去了1个多时辰，才出来。之后我暗中跟踪他，想查到他的底细，但没想到，他进了闹市花房之后，就失去了踪迹。你可看清，那侍卫的佩刀真的与刺杀公主的兵器相同？不错。我和他撞了满怀之后，要帮他捡起兵器，那上面的印记，就是我曾经见过的。这么说，刺客确实来自后宫，最大嫌疑莫过于跟公主素来不和的兰妃。她嫉妒皇上宠爱公主，所以痛下杀手。无凭无据，你不能指证兰妃，必须先调查清楚那个侍卫。好，我和莫侍卫长在宫里走动的时候，定会留意此人。郑兄啊，你身手不凡，怎么会将他跟丢了呢？我从来就没有去过舞房这种风月之地。我一进去就被几个姑娘缠住了，所以才把人跟丢了。像郑兄这样长得俊朗不凡，自然招姑娘们喜欢。不过你也太老实了，改天我带你见识见识，习惯了就自然了。有人欲加害公主，你还有心情风流？现在公主在我府上，有王大哥时刻陪伴，何来危险啊？眼下最主要的是要查出谁是害公主的幕后人。郑吉，你继续监视后宫，有消息立刻来报。我明白。至于查刺客来历，我需要莫侍卫配合本侯。亏你还是个除妖师呢，看你混的跟个乞丐差不多。还不是我师姐，总拿师门戒律管着我。我劝他，他又不听，又不肯变通，我们才会越过越穷的。所以我说你那个师姐啊，就是个石头，顽固不化。我看呐，应该把她丢到寒冰地狱里，跟那个臭尸神还有馋嘴蛇待在一起才对。彩娟，你说什么？我怎么一句也听不懂啊？你抓到妖了没啊？哦，还没呢。不过应该就这几天，我算准了那老妖定会出现。到时候等我抓到妖，送官府拿到赏银，我再请你吃饭，好好感谢你才是。不用，我现在啊吃得好，穿得好，不缺银两。彩娟，你是富家小姐吧？不是，只不过呢，有人愿意出钱给我们姐妹花，我也乐得享用。那这人是你们家亲戚啊？也不是啊，他应该勉强算是朋友吧。彩券，一男子无缘无故对女子好，必定有所图；而女子也要洁身自好，不能受人施舍。身为女子，要自重自爱。好你个臭小子，嫌我不正经啊？那我的东西也不干净了。你别吃。哎，彩券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不是嫌弃你，我只是怕你被男人骗吃亏嘛。你不也是男人吗？难道你也对我别有所图？我不一样啊，我以除妖师的名义发誓，我对你绝对没有非分之想，我只是……这是什么？只是把你当成是朋友，不想朋友吃亏，更不会嫌弃朋友。好啊，那你证明给我看。你看，
你的东西就算掉到地上了，我也不嫌弃。哎，别吃了，脏。你这傻子倒有几分可爱。那是什么？啊，这是我们师门传递消息的法器。我师姐要找我，估计是要准备晚上去抓妖的事了。又是抓妖，抓妖到底有什么好玩的？你们都守了几夜了，不累吗？彩雀，你怎么知道我们守了几夜？还不是因为我姐姐的心上人跟你们一样，这几天都在抓妖，烦都烦死了。既然有官府抓，那应该不用你们这些除妖师吧？你不说是我朋友吗？那陪我出去玩。彩雀，这妖怪残害生灵，祸害百姓，使得城中人心惶惶，而除妖惩恶是除妖师的职责，我怎么能袖手旁观呢？对不起，改日再陪你玩吧。彩雀，你别生气了，明日七夕，我陪你一块玩个痛快。不稀罕，本姑娘从来都不缺朋友，有你不多，没你也不嫌少。彩雀，你人那么好，肯定好多朋友都围着你转。我走了。哎，明天戌时我在这里等你，不许再拿捉妖来搪塞我。好好，我走了。义父，兰儿，你来了。义父，那正吉身上有妖类施法设下的封印，虽然我不知道他体内含有何种古怪，但是他必定与妖孽有关。你要多加留意此人，或许以后他可为我们所用。义父，您伤势如何了？哼，说来可恨，那王英，还有那对捉妖的姐弟，整日的守在城中，害得我不能及时的止血疗伤，使我迅速苍老。这几晚，城中的百姓很少出门，城内防守又严，使我难以下手。义父，明天就是七夕了，到时候一定会有很多人出来游玩，人多混乱，你正好可以趁机下手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等到明晚，我要多吸食几个人的鲜血，使我的伤势能够早日的好转。大哥，今日是七夕，你说好了要带我一起出去玩的。三妹，大哥确实答应过你，但今天是七夕之夜，人多混乱，老妖一定会出来作怪，伤害性命。你还是让我去巡夜吧。可是大丈夫一言九鼎，怎么能够反悔呢？好，不如这样吧，你让二弟陪你去，我相信你们一定会玩得很开心的。表兄，他最近神奇古怪的，也不知道在忙什么，我才不要理他呢。那该如何是好？大哥，老妖知道你今天要去捉他，他就肯定已经逃离京城了。况且我已经交代好了郑吉，让他带着禁军严加防备，所以大哥也休息一下吧。我带你去京城里最热闹、最有趣的地方，怎么样？大哥，三妹不是就要回宫了，怕是以后再也没有办法过七夕了。大哥要是不愿意去的话，那就算了。三妹，好吧，大哥就陪你过吧。哦，对了，小维和彩雀初到京城，不如我们也邀他们一起去，人多热闹，你说怎么样？王大哥，好，小维，我和静儿刚刚说今天是七夕，相约出去游玩，你们也一起去凑个热闹吧。不用了，前几天王大哥夜间捉妖，小维挂念夜不能寐，
今天王大哥不用去捉妖了，小维又不喜欢人多的地方，就想在府中好好静养。哦，你身子弱，那就多休息一会儿。那彩雀呢？我听彩雀说，她已经约了朋友，王大哥不必顾虑她，还是去和公主好好过七夕吧。那好吧。饿死我了！再也捉不到那个老妖啊，我真的快撑不下去了。师姐，我这儿有些吃的，你先拿去充饥好了。这点心哪来的？是不是那乖丫头的？不是，是我自己买的。买的？你哪来的钱啊？你又说谎，肯定是那什么什么彩雀，是不是？不是，是我自己干体力活挣的。师姐，你赶紧吃吧，再饿下去你会生病的。身为除妖师，干体力活已经够丢人了，你居然还买这种看上去很贵的点心，你没脑子啊你！啊！气死我了！哎，师姐，你别喝，师姐，你这狐狸装的什么？想害死我呀？是我自己嘴馋打了点酒，我也不知道你要喝呀。你不知道我不能喝酒啊？喝一滴我就会醉。师姐，师姐，倒，哎，好，你喝醉了。师姐，师姐，师姐，这酒本来是准备和彩雀一块过七夕的，谁让你自己贪嘴？好好睡一觉吧。师弟我呀，也可以清静一晚上了。我去玩了。下句是什么？想想啊，愿做鸳鸯不羡仙。走。大哥，你看这个是副对联，上句是愿得一心人，你猜下句是什么？不知道。下句是白头不相离。哦，三妹，你懂得真多。没想到人间的七夕竟然如此好玩。什么人间？彩雀姑娘，你越说越奇怪了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我家住在偏僻的山上，从来都没有过过七夕啊。怪不得。来看看河灯吧，选一个吧。大哥，你看这一句，这句是李白的名作。相思相见知何日，此时此夜难为情。还是那些爱情相思的事。三妹，
你喜不喜欢这个花灯啊？要不然把它买下来。啊，不用了，三妹不是很喜欢。哦，大哥，你看这个，这句诗通俗易懂，身无彩凤双飞翼。三妹啊，你就别为难大哥了。你也知道，大哥是个练武之人，对这种诗词歌赋的事情一点都不懂。啊，无妨无妨。那咱们去前面看看。好。我很小的时候，爹娘便过世了，被师傅收养在山上学艺。师傅清修，我从来就没过过七夕。后来，师傅被妖怪所害，剩下我跟师姐流浪江湖，四处抓妖，也从来没过过七夕，更别提玩了。傻子，你说我们之间是不是那个同什么病什么的？同病相怜。对，你还没那么傻嘛。所以我们今天要玩个痛快，把之前的通通都补回来。走，走。你看，哇，那是哪家的俊俏公子啊？好像哦，真是貌若潘安。若是能对我一笑便好了。就是啊。哦，原来世间男女皆看重美色呀！不枉我煞费苦心，修炼千年，来保住这不老容颜呢。七夕佳节，公子怎么一人在这儿啊？在下正在寻找有缘之人，不知姑娘可愿与我一起同游啊？我愿意，我愿意。好，姑娘，咱们二人一起同游七夕。好。我们到那边看看。你要带我去哪里？宜春坊。去那种地方做什么？郑吉说刺客就是在那里消失的，可见他一定会在那里有相好。今夜是七夕，多半会在那里出现。我们不如暗中调查，守株待兔，又有何妨？我看你是借着查案的由头，到那种地方招蜂引蝶吧。我要不穿成这样，他们会招呼我吗？如果你看不惯，就别跟着我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你是看这里美女这么多，自惭形秽，不敢进去。还好你穿了一身男人衣服，没人会注意你。不过呢，这里的男人啊，都比你好看。干嘛动手动脚的？给我放开！办正事重要。喂，你到底想不想进去？你要是觉得自己丑不想进去，那你就站在这里等着我好了。也就你这种肤浅之人才看皮相。哎，哪有小厮比主子架子还大的？主子先进，你跟着。买盏灯吧，来，姑娘，买盏灯吧。大哥，来，姑娘，买盏灯吧，灯上写着心上人的名字和愿望，心想事成啊！啊！
这个多少钱？2文钱。啊，大哥，我们去放河灯吧。好啊。走。你猜，我刚才许的什么愿？不管三妹许的什么愿，我都希望你能如愿以偿。谢谢大哥。大哥可知道鹊桥相会的典故？我当然知道了，就是牛郎织女在鹊桥每年相会一次嘛。只可惜，静儿以后见大哥的次数比这牛郎织女还要少。三妹，相信我，我们以后一定会再相见的。大哥，为何不放河灯呢？难道就没有想许的愿和心上人吗？大哥现在的愿望就是要保家卫国，而且我哪来的心上人啊？那，大哥，我能做你的心上人吗？和大哥认识之后，静儿就早已对你倾心。到了南疆之后，静儿才知道自己对你已经是情深意重。我知道，大哥一直都很介意我公主的身份，不想背负攀龙附凤之名。我愿意为大哥放下公主的身份和一切。三妹啊，我其实……大哥，你先听静儿把话说完。我怕如果今天不说的话，以后就没有机会了。静儿唯一的心愿，就是和大哥在一起，哪怕是一时一刻。静儿此生无憾。如果大哥不能接受我的话也没关系，静儿愿意陪在大哥左右，只希望大哥不要再以公主和臣子的理由与我生分，那样的话会比直接拒绝我还难受。转的忧伤，有丝无牵无挂，悠扬地飘到水面上。三妹，我们过去把河灯放了吧。啊，那边就是河边了，过去就是。哎，这是。
小轩，那边好像有妖怪，我先走了，你照顾好自己。喂！三妹，等我。大哥。 王大哥，果然是老妖所为。尸体还是温的，老妖应该还在附近。有没有办法可以找到老妖？有。在那边，追，走。 宜春坊，姑娘还过来，哎，走。美人，七夕佳节，怎么形单影只啊？啊！ 让大爷陪你快活快活，走，快活快活！倒酒倒酒倒酒，快快快！哎呀，满上！哎，今天好好伺候我们家莫公子，知道吗？来，莫公子喝酒。我不喝。来嘛！死木头，不知道在干嘛吗？来来来来，过来过来！好。嘿呀，今天真开心，啊！好久没来宜春坊了，又见到两位美女。 满上满上，来。来来来，小维姑娘，瞎说，小维姑娘怎么会在这里呢？你瞎眼了吧？我说刚才上楼的那个女子，好像小维姑娘。难道这儿像小维一样楚楚可人的美人？哎，带我来看看。你别看了。 可能是我认错人了。扫兴！来来，我们继续喝。喝嘛！来来来来，先干为敬了啊！美人。美人，美人，美人，想要我脱衣服吗？想。那我就脱给你看。好。
后悔了？这么龌龊下贱的心不好吃吧？好不好吃？你剖开我的心，亲口尝一尝就知道了。疯子！我是疯子，我为了情而疯，为了男人而疯，我要的就是男人。如果你是男人，我就是你的。无色无味，却开满人世繁华，是甜是酸，这滋味谁能解答？情话情话，在心上种一株花，这一生只等你去花。情似飞花，爱如沙，谁能看穿真或假？恋恋红尘，恍若梦，一时情，还是一刹那？情似飞花，爱如沙。